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藥劑師奶頻道。我係一個有藥劑師背景嘅師奶，平時喺社區藥房工作，接觸唔同街坊，了解佢哋嘅需要，致力推廣正確用藥同埋健康資訊。放咗工之後，我就好似一般師奶咁樣照顧家庭，落街買餸。點解呢個頻道叫藥劑師奶呢？因為我希望用一個貼地而又親切嘅身份，將專業醫藥知識用簡單易明嘅方式去講俾各位街坊聽，咁就唔使怕聽唔明，又唔會覺得沉悶啦。開始呢個頻道嘅目的好簡單，就係想幫大家更加了解保健產品、用藥安全，提升自己同家人嘅健康意識。唔需要專業背景都可以輕鬆明白，就好似同你飲茶傾偈咁。我會用簡單易明嘅方式講解各種醫學知識，等你睇完每條片都可以帶走一啲實用、貼身而又容易上手嘅健康貼士。記得留言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分享動力嘅來源嚟㗎。拜拜。